好了，说到这里，打发机你们对不住吃药的，今天呢是第7堂课，信息难给你，呃，加倍，住宿学位，那么在卡根哈给，印度信息不那么尼给，泊尔、不丹所有信息，寺院的僧众们，呃，怎么深度的也被缺少卡了，还有然后呢，世界去年的时候各个地方东西方的所有的中心，好吗？还有这是不是学习？所有观看这个网络课程的所有法友们，大家扎西德勒。嗯嗯，那가상디가서年内个凶气，他的人告诉吧，就是的年内个凶啥的，那么主要这几天谈到的就是奥义书。平常佛教里面称这部书是外道的一个书籍。有关奥义书里面它的内容，或者说奥义书的见解、哲学思想这部分，在昨天之前、前天都说过了。那接着还有一部分的奥义书内容要解释一下。年内个德鲁写呗，可多了呀，呢，今天你录个大话是啊，这当。你搞啥？中这个大话是，但中这个大话是的，你看咱上面要我等就是，中这个大话是咱们快是革命都得嘞，他都给住下。那么这里有谈到一个见解叫终局论，就是终结的结局的这样一个终局论。嗯，他都给住下，啥的没得。大他都住下啥的，过了些云就散了，大的了呀。那么所谓的终局论，奥义书当中讲到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奥义书当中在谈最终要得到的是什么。最终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快乐，或者说最终的，它有两个方向啊，就是说友情的这个这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哦。这个命运大致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经验到的，也就是轮回的这些现象的一个延续。第二个结局终局是什么呢？就是回归到这个本体。所以大致我们的生命终局有这两个方向。前者就是现象化的一个延续，它就是称为轮回。那回归于本体的意思就是解脱，所以就是这两个方向了。那么依照奥义书里面的说法，主要轮回跟解脱的这个不同差别是在于明和无明。如果是处在了明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指的就是了悟，
那么在无明位的时候，这是所谓的迷，也就是轮回。所以就是悟跟迷的一个差别。所以明它指的就是了悟了，这个名称就叫解脱，这是一个方向，一个终局。再来，如果是处于无明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是迷，也这个名称就叫轮回。那么轮回也就是 samsara 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就是在梵书的差不多晚期的时候啊，轮回的思想就出现了。而到了奥义书的时代，那轮回的思想更是可以说不可被撼动了，就是一个大家都非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尤其是在奥义书初期，karma 也就是业的这个思想，也更它的整个的哲学基础也更稳固了。从奥义书时代初期开始了这个业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那这样的一个业的思想也成为了轮回这个思想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因为当我们说轮回是依靠了业而在轮转，所以轮回和业这两者是不可缺少其中一个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轮回思想和我们后来佛教谈到的轮回有一些不同。佛教里面的轮回思想讲得更深、更圆满、更广。然而在奥义书那个时代，它的轮回就只是一种轮转，我们后面会谈到，它还不是讲的那么的广，那么的完整。那么总之奥义书当中呢，谈到说有一种论点，就是说唯意志，就只有意志的这样一个论点，也叫做一种任意主义。换句话说，这个主义在说的就是人是由欲所成，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欲望，这个欲决定了我们的意志，而意志呢又决定了导致了我们的行为，身体的语言上的行为。而接着因为各种的行为，它就决定了果报。换句话说，这个善恶的果报就是由于我们身口的善恶的行为而决定。同时今生呢是前世的业的一个果报，同样今生现在的业又会是导致未来世一个果报的一个因，所以这是一种好像连锁的反应是一样的。而且这中间也就是前生、后世、现在，这中间它是没有任何间隙的。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就称为叫轮回，它就是一种流转的状态，它不断的回流，不断的流转。所以这里说，当时开始有业的思想，所以这也辅助了，成为了轮回思想的一个基础的概念。所以
为什么会轮回流转？一开始要解释不容易，但是有业的思想为基础之后，就很清楚，有欲导致意志思想，思想意志导致行为，有这样的业力的行为在流转，在促成这个流转。那么按照奥义书的说法这样一个轮回的流转，它具有着一种无限的一种悲痛，有点像佛教里面说轮回的本质就是痛苦。所以由于轮回流转这样一个状态，它具备无限的一种这种痛苦，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被破除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轮回就是我们说佛教来讲就是痛苦的大海，所以你必须要想着怎么离开它，而不是待在里面。因此依照奥义书的说法，那时候轮回的说法接着就逐渐兴起了一种厌世的思想。为什么会厌世？就是因为轮回它是具有无限的这种痛苦，所以你必须要离开它，这是一个必须被打破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时候印度就出现了厌世的思想。之前也提到过，奥义书它不就是只有一本，它是有好多本的不同名称的奥义书。那么其中呢，有一本叫做普利哈多阿拉戴亚卡，就是这样一本奥义书中有提到，这里提到说这个阿特玛就是自我，这是外道很重要一个观念。这本书中就提到，只有这个阿特玛，就是这个自我，是不死者。任何其他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它都是会生灭的，或者说都是本质都是痛苦的，都是这种充满都是困境，都是痛苦的。那么接着呢，这种厌世的思想又再进一步了，发展到了另外一部奥义书，叫做麦伊多拉雅尼亚奥义书。这里面就直接的说明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完全就是苦，或者说是一个苦器，苦的一个器皿。这有点像佛教里面说，不仅说气世间是苦，我们的身体也是苦，类似。所以总之呢，无论如何，轮回刚刚谈到轮回的思想和接着产生的厌世的思想，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这样一种关系。厌世的思想就是因为轮回的思想而产生的。为什么想要厌世，想要离开，就是因为轮回充满了痛苦，想要离开它，所以才会衍生出这种厌世的思想。所以轮回的思想和厌世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总之如果我们想要脱离这种痛苦的大海，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安住在
这种本性，回归到刚刚说回归到这个本质本性，而获得究竟永久的一种快乐。所以解脱，这就是解脱的意思。解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别无他法。那么接着这就再谈到奥义书当中说到的解脱的这样一个观念。可以说所有的奥义书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解脱。他们知道解脱是最终目的，但是如何达成这个解脱，那不同的奥义书当中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的思辨。所以不同奥义书当中的不同的这些争论，这些思辨讨论重点都是什么？都是在于解脱的方法。所以最终的目的，解脱这一点上是无争的，但是方法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本来在最开始，当时的人谈到的解脱，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一开始那时候大家听到解脱，大家的认知是好像很消极，反正什么都不做了，都不用做的这样的想法。然而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解脱的时候，其实解脱它指的就是脱离我们被这种我们说迷妄所遮蔽的，跟或者被烦恼所蒙蔽的这样一个我的这种束缚，脱离这样的束缚。所以解脱是指说脱离这样子的迷妄，或者说这样子烦恼的蒙昧，这一切都是蒙蔽住我们的我。他们认为有这样一个我的这样的这些束缚呢，这些假象都脱离了，然后而安住在一个本性。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解脱。所以呢，奥义书的最终的他们认为的解脱，不是说去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而是发掘自己本具的一个真性。那么得到这样解脱的方法上来说，他们那时候就认为说，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不可思议的怎么样的修行，只需要什么？仅仅需要的是觉悟自己的这个本性，就是他们称为叫 Atma， 就是自己的这个我。觉悟到自己的我，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就是唯一不二的一个梵。只要认识觉悟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这个就是解脱。其实不需要特别其他多深奥不可思议的修行方法。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这里的智慧叫做 vidya， 指的不是我们生活中的这种教育或者说知识，一种知识不是。我们会说这个人很聪明，不是指他的聪明的程度，不是指这种知识。这里的 vidya， 这里的智慧指的是一种远离了言语和思想的一种智慧，它被称为叫做 Atma Vidya， 是一种我的智，叫我智，或者叫 Brahma Vidya， 就是泛智。总之呢，这种我智也好，泛智也好，它是一种绝对的智。而且呢，他们还认为说，他们很注重，还之前提到过这种宗教的祭祀，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宗教的祭祀也好，或者说世间的一些道德，譬如说，不可以杀生啊等等，他们认为这些是善业，但只是善业而已，还是会在轮回中流转，这些不会让你解脱。所以呢，很重要就是要前面提到的，要安住在觉悟自己的本性，这唯一不二的梵中安住。仅仅是身体语言的这种世间道德的善还是不够的，所以奥义书中就解释到说，这里面提到说知犯和拜犯，所以这里就知道的知跟礼拜的拜知犯跟拜犯并不是世间说的这种知识上的知道，也不是身体上的这种礼拜的拜犯，礼拜这个犯，知道这个犯，而是要能够具备了悟，就是去除了能所二元，破除二元的这种了悟。可以说这是一种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这种破除二元能所的境界，就需要按照这种次第去修行，而且呢身心上你都要次第的去修持，有这样的修养修持。所以在奥义书当中认为，其实世间道德和这些平常的祭祀也不能忽视它的，因为这些世间道德的行为也好，这些祭祀也好，它能够帮助你累积身心的这种修养。所以其实奥义书当中也谈到很多身心，或者说身体上语言上很多的修持也谈到的。举个例子来说，一种叫做 dabas， 就是苦行，再来就是 dana， 就是慈善，再来 arjava 就是正行，然后再来 ahimsa 就是不杀生，然后再一个叫做实语，就是不说谎。奥义书里面就提到了这样子的修行者的5种应该做的修持，而且在后来呢，奥义书当中还有一个nayasa 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词，它应该是一种修持，这里叫做一种顿释，nyasa 一种顿释，它也被视为这个解脱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因为你借由这种顿释这样的一个修持，才能够远离各种的贪执，
然后自然而然去除各种烦恼。跟这个nyasa就是跟顿世呢，可以说相辅相成的一个修持就是 dhyana。那这个 dhyana 呢，就是禅定。那么再一个就是瑜伽，就是 yoga。所以跟顿世这种修持相辅相成的，就是在一个是禅定，一个就是瑜伽。有的时候当时呢会把禅定跟瑜伽是合成一个词，就是 dhyana yoga 这样的一个词。它指的意思就是说身心结合在一处。所以 dhyana yoga 这是一种禅定瑜伽，就是身心结合一处，然后远离各种的动摇，然后而住于极静内观这样的一种方法。那这里刚刚谈到的这些修持是奥义书大概到了中期还有后期呢，就最受到重视的一些修持方法，也就是禅定还有瑜伽还有顿世这些。总之呢，刚刚谈到的这几个方式都很受重视，然后呢，而且常常修的地方是在这种远离人群的，像森林、河边、洞穴中，然后你端坐在那里，要首先调整你的呼吸，然后心集中在一静，观想梵的这个字叫 Om。然后呢，你达到一种这种恍惚的一个状态，就是各种的这种显象都变得很恍惚，然后你这样子就可以说接近了梵。那么逐渐的这样修持之后，烦恼还有各种的染着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淡，然后 vidya 就是可以翻译成智慧 ，vidya 智慧呢，这个就会开发，甚至呢以前造作的各种善恶业也会被调伏消除，未来世的果报也会被消尽，然后无明根除，得到究竟的果位，解脱的果位。那这就是奥义书当中很简略的它的一些见解，还有一些修持的方法。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Upanishad 就是奥义书是有很多部的，然而最古老的大概有10几部，我们之前提过了。奥义书最主要就是为了思辨吠陀哲学而产生出的这些书籍叫奥义书。然而这些奥义书呢，都是当时这些很多的学者智者，还有不同的这些可以说部派的这些人，他们所写的。所以出现了这么多不同的奥义书，而且他们这些奥义书在思想还有他们的内容上呢，有时候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也导致了在奥义书的后期就开始什么呢？就兴起了不同的教派。因为奥义书当中很多思想内容相互矛盾，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后面教派时代兴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后面这个教派学派兴起，最主要会有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为了要解决在奥义书这些各种思辨当中不同说法当中的矛盾和不同和差异，所以兴起了很多的学派。다 디젤야 얘네기 다지단게 릭제기 슝다다 릭제기 슝다 되네 가르사데 这里我们说吠陀还有梵书还有奥义书哦，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会发现他们在地理位置还有他们出现的时间是有些不同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吠陀的这些赞歌哦，它主要是在西北印度，也就是旁遮普一带。还记得西北印度就是这些雅利安人进入到印度定居最早的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旁遮普，是吠陀赞歌主要的红传的地方。再来一个是阿塔婆吠陀呢，它主要是在印度的东部，是在瓦拉纳西。还有奥义书，它主要是在印度北部和南部。然后还有史诗2部就是摩诃婆罗多，是在印度的中部。然后罗摩衍那呢，则是北印，这样子。那么吠陀、梵书和奥义书这3种文学呢，最主要是他们在对待神的态度上呢是不同的。如果简单来说，这3种文学对待神的态度，简单来说，吠陀是什么呢？就觉得神是在外面的一个，是人要供奉诸神，是对一个真神，是想象有这么一个真的神去供养他。所以他们并没有真的去了解真的神是什么，只是停留在一种想象供养的阶段。但是梵书的时候，这时候呢，神是被人所利用了，然后但是他们供奉的是真神。到了奥义书中的时候呢，会觉得说这些诸神呢都被他们忽视，无视这些诸神，他们是直接去供奉真神，也就是内在的这种真实意义上的神。所以可以看出3种文学是不同对待神的态度。然而呢，这3部文学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共同点的。譬如说，梵书呢，其实是对于吠陀赞歌这种思想的，可以说延续、发扬；而奥义书呢，是对梵书中的思想去进行这种比较逻辑上的思辨。所以呢，梵书、奥义书等等吠陀之间是有许多共通点的、关联性的。但是到底哪一部先，哪一部后，这是很难说清楚，非常的错综复杂。有的时候呢，你在最新的吠陀赞歌中，在后面会出现很古老的奥义书的内容，那有的时候又在
譬如说这个最新的范书又会出现在奥义书后。还有，这是印度一个特别的地方呢，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印度和其他国家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人们认为是前期的一个产物，不一定都比后期的产物早出现，不一定。所以有的这种吠陀的赞歌是在婆罗门时期才完成的，但应该吠陀是在婆罗门时期之前嘛。还有一些梵书呢，又却是到之后奥义书的时候才完成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吠陀、梵书、奥义书，它不是说一个完成又完成第二部再完成第三部，不是，而是它们有很多重叠部分的，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其实我们看时间来说，一般来讲先是梵书再奥义书，但其实刚刚这样来看，你也很难说有这样一个先后顺序。那么，但我们还是会按照先是吠陀，再来梵书，再来奥义书，这个顺序主要取决于这个文学它占据的时代的这种主导地位，哪一部是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在哪一个时代，以哪一部文学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来安排这三部的顺序。所以主要就依照了这种占据时代主导地位的角度来看，所以有吠陀、梵书跟奥义书这样的顺序，大概是这样。接着介绍一下两部这个史诗。第一节呢，大年兄弟们认定我是选有。大节呢，日前前面对了为个了呀，城市系列给那么在吠陀时代的后期，也就是到了婆罗门文明当中，不仅有梵书、奥义书，同时还有两部史诗。那么在藏族的一个诗词的一部著作当中，就有提到这两部诗词是它章节内容非常的广，有这样一个形容。总之，这两部史诗可以说是印度的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文学著作。所以不只是在印度文学中很重要，甚至是可以说世界级的一个珍宝。而且这两部史诗对于历史的研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献。那这两部史诗就是一个叫做摩诃婆罗多，一个叫做罗摩衍那。可能各位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两部史诗呢不陌生，所以呢，我也
对于这里面的细节呢，就不多讲，就是比较简略的介绍，给予一个介绍。首先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摩诃婆罗多。这部著作全文呢是有74000颂，就单词来说，它总共有180万个单词，所以它是世界上史诗当中，史诗的这种文学当中第3长的一个史诗。那哇，这么长了都还排第3，那么还有第1、第2到底是谁呢？第1名就是我们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没有比《格萨尔王传》这种史诗有更长的了，所以第1名是《格萨尔王传》，这部分先不多说。那第2名是一个就是吉尔吉斯族的一部著作，叫做《玛纳斯》。所以我们这部史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是排第3长。那这部摩诃婆罗多这么的长，那可能还没有什么概念多长。但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持续不断的去念诵它，一个人你要持续念2个星期才念得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长这部史诗它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前3世纪到西元后5世纪。所以大概有这样子800年的时间。就说这部史诗到完成，开始到完成，大概有前后800年。从这么长时间来看这部书的作者他很自然就是由很多人所组成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推测得出来。而这部史诗最开始的版本其实也是口耳相传的版本，后来才慢慢的结集成文字版。印度有这么一个传说，这部史诗最初的这个作者是一个仙人，叫做广博仙人。所以这个广博仙人呢，他口述，然后有人来笔录。这个笔录者是谁呢？是这个象头神，就是你看投影里面有看到这个象，就是象头神。也就是印度神叫 Ganesh， 就是抄写的笔录的人是这个象头神 Ganesh， 然后说的人是那个仙人。因为这部著作是这么的多，内容太广了，所以呢，这个象头神他记录的时候要写得飞快，所以结果呢，他的这个象头神的神笔笔都被他给写坏了。
所以这时候上头神没办法，没笔了，因为他的头是一个大象嘛，象头神嘛，所以他不是有2个象牙吗？他就把自己的右边的象牙就把它折断，然后就沾着这个墨水来写。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印度的神话当中，这个 Ganesh 也就是象头，一般叫象头财神、象头神啊，他是没有右边的这个象牙的。一种说法，他的这个象头财神的一个右边象牙断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抄写用这个来抄写。那还有关于这部著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印度文学当中非常非常著名的叫做《薄伽梵歌》。这部《薄伽梵歌》就是《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其中的一个篇章。Gita Sayak Shungdi, Da Quran's Hindu Chulu, Narcis Hindu Gibe, Zawe Zhung of Chadwa. Da Dig Shungdi Tumbu Kasheji, Chanaji Taranadaki. 这部呢，薄伽梵歌呢，据说觉囊派的达拉那塔呢也曾经翻译过，但现在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再来20世纪的这个藏族的根敦却贝大师也曾翻译过。但是无论如何，摩诃婆罗多呢，没有完全翻译成藏文。那当然，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念要连续念2个星期都念不完，所以呢，他并没有翻译成藏文。但是藏文当中有一些关于这部史诗的20世纪的班钦第9世班禅大师，他的这个拉布让叫做拉摩耶谢粗钦这样的一个智者，这样一个诗词的很出名的智者，他就写了一部著作。那这个著作就在藏族当中文学当中很出名的。那据说就是从摩诃婆罗多节录里面的一些内容而写的，所以这是藏族史可以说诗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同样还有在we base hira na jinglam de kanda chikchen ti gi gisi gyang dwa ti gi gisi gyang ne gisi gyang ba yin da kong ma quran zu bingya neng gu meng zhu qian da digba ma. 同时这里面也有提到说，这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国王，他因为征战等于说取得了国王的王位，但后来他非常的后悔。总之呢，他放弃了王位，就到了这个喜马拉雅地区。以前他们认为说，冈底斯山呢，印度人以前认为冈底斯山，他们认为这个须弥山指的就是冈底斯山，他们也认为那个就是大梵天的这个天神的地方。换句话说，好像西藏藏地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天神住的地方。在一些藏族历史说，第一个藏王也有
总之有一段相关的记载。那么这是很简单介绍了一下摩诃婆罗多。那么第二个就是罗摩衍那。那么这部著作呢，它有24000颂，所以它算是摩诃婆罗多的1/4的长度。那么这个作者是一个仙人，叫做乙迭。那么这部书成书的时间是西元前300年到西元后200年，所以你看它成书也大概有这样子很长的时间。那据说呢，这个《西游记》后来这个也有，就是像僧众你们大概看过那个猴子啊，那个猴子就叫做孙悟空。这里就是据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这样一个形象，就是罗摩衍那这部史诗里面有一个角色的一个受到这个角色影响，这个角色叫做哈努曼。那这里就先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讲。महाभारत अनदी घर सादे रामायण दोजी 대니버디 아니 편준 총돌을 제외。 那么这两部史诗哦，如果说做一个比对的话，那么摩诃婆罗多呢，它主要内容啊能够展现体现的是西元前13世纪的那些战争的情况，而这都是古代的一些传说，而当时的背景啊，最主要是这些征战战争谈到的是位于德里的那样一个王朝，叫做月亮王朝。那么另外一部史诗就是罗摩衍那当中呢，主要讲的是西元前11世纪左右的那时候的情况，主要记载了在阿尤达亚，就是阿约提亚这个地方的一个王朝，叫太阳王朝。总的来说呢，这两部史诗主要内容就是涵盖了印度当时东方和西方两个主要的强国的这样的一些传说。那么对于罗摩衍那呢，这一部著作在藏文里面有从梵文翻成藏文的一些内容，大概是在西元9世纪那时候从印度文翻成了藏文的，所以是一部古译。同时呢，在19世纪的时候，那么宗大师他的弟子长处缺汪扎巴，他也写了一个藏文，这个摩罗衍那的一个藏文，这在藏文的著作当中是很出名的。再一位是耿敦缺菲大师，他将这个罗摩衍那的一个可以说大意，他将这些大意翻译出来。
但后来这部似乎也失传了，所以由Gendun Tripé的一个弟子，他又有一个著作，内部还有。那我听说最近据说呢有一个藏族呢，从中文的罗摩衍那翻译成藏文，听说好像有8、9本，但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那么以上就是罗摩衍那大概是这个样子，以后有机会呢再多讲一些。那么刚刚有谈到这2部史诗，就是有谈到2个王朝，就是太阳王朝跟月亮王朝，可以说这样的日月的王统啊，这样简单的介绍一下。那这2个王朝最主要就是日月2个王统。在之后有一部著作，印度著作叫《往事书》。那么Gendun Tripé大师也曾翻译过这部书的书名。总之呢，这部书里面谈到的是古代的这些王国，他们的血统，还有这些传说。那么在摩诃婆罗多里面谈到当时一个王族叫巨卢王族中，他有2个这个后代孩子，一个叫持国，一个叫波度。那么这2个孩子呢，就争夺王位而战斗。那么因为这个巨卢王族呢，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从这个月界月亮下凡到人间的，所以他们说自己是月亮王朝的后代。然后但另外还有一个叫居萨罗的王族叫郭萨拉，也参与了这个战争。他们说自己是马努，就是日天的孙子，也有说是儿子。总之就是这个就是太阳王朝，也就是甘蔗王这样的后代。所以根据这个往事书中就提到说，这个巨卢王族和还有一个叫做波舍罗在大战的时候，那这时候太阳王朝那时候的国王是第93代国王，而月亮王朝呢，那时候的国王是第45代。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讲一下日月王统啊？因为呢，在佛教的经典当中，我们会看到里面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太阳王朝的后裔，所以在佛经中它翻译成日种。那么在中文的这个龙树菩萨一部著作，只有中文当中有，藏文没有，叫《大智度论》，这是在第5世纪翻译成为中文的。那么这是对于大般若经的一个注解，叫《大智度论》。这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世尊就是佛陀呢，他是苏亚瓦姆萨，就是他是日王种。
或者说日种。所以这里苏瑞亚指的是什么呢？所以日种它范围就是 Surya Vamsha。 Surya 呢，它其实就是这个太阳神，所以这是在吠陀，尤其离句吠陀中有提到的一位神，叫 Surya。 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就提到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这样一个太阳王朝的这样一个后裔，所以叫日王种或者日种。同时呢，有关佛陀他是这个太阳王朝的后裔的日种这个的说法呢，在早期的一些经典，像是巴利文的经典中也有一些记载。在巴利文中的经集叫 Sutta Nipada， 就是经集这部的这个巴利文的佛经中就有记载到。另外还有在一部叫Pabbaja Sutta， 就是出家经，这里面呢就有这种用诗词的方式描写说乔达摩就是佛陀，他出家之后，他从他的家乡就是这个迦毗罗卫，然后他前往这个王舍城的路上，他就遇见了这个频婆娑罗王，当时他是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那乔达摩当时见了这个国王的时候，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这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彼之族姓为日种，彼之身族曰释迦。有彼家族，我出家，非为祈求诸欲者。所以佛陀有这样子说，他就说他的家族呢，族姓就是日种，再来他的族也叫做释迦族。所以说释迦的就是这个世尊佛陀的族姓就是释迦。然而呢，他的这个氏族呢是属于日种。然后同时刚刚有提到一个词叫 Ikyagu， 就是叫甘蔗王。就印度他们会种植甘蔗嘛，会吃这个甘蔗，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王族的氏族的一个，也是一个传统，叫做甘蔗族，他也是这个族。那么所以佛陀他是属于日种，就是太阳王朝嘛。那太阳王朝的这个里面呢，很多的国王的名字都跟这些农作物有关。譬如说这里就说是叫甘蔗王，所以这也代表了这个佛陀的族，就是释迦族，他其实他的家族是农耕的，是算是农夫的世系。所以代表对，就是释迦族或者太阳王朝啊，佛陀属于太阳王朝里面的释迦族。那么然后又是，所以他并不是从此可以看得出来，佛陀他不是属于这个王，就是这种王的氏族，他最早他是一个农耕的这样一个世系。
同时，当时这个王朝呢，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部落，然后这个部族呢，不像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不太注重这种这种他们对于这种天女是没有太大的信仰的，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族呢，是很注重这种母系的，很注重母系的一个社会，很注重这种天女，同时也是对于太阳崇拜的一个部族。所以有一位日本的学者叫宫坂佑胜，他就有提到说，由于是这样一种佛陀是出自于太阳族性，然后又再加上对于这个母系的这种天女女神的崇拜之上，再加上佛教的传统，所以最后呢，就形成这个大乘佛教里面称释迦牟尼佛为毗卢遮那佛，因为毗卢遮那它的意思就是太阳，也叫大日如来。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最后有形成大乘佛教中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的这样一个概念？像大乘尤其密乘里面会称佛陀是贝若迦那，就是大日如来。那最主要这个日本学者就觉得这个原因就来自于刚刚谈到的这一段历史，就是佛陀的氏族跟这种日种这个氏族有关。所以有这个原因这里特别提到了里面的这个太阳王朝、月亮王朝的一些内容。那么同时连接到就是佛陀，它是属于日亲族，就是日种。那么接着介绍，就是讲一下种姓。那么因为前面有提到这个佛陀的种姓就是属于日种，那么日种呢是世尊的一个族姓嘛。一般来说，在佛陀呢，他是属于这个刹帝利族，就是所谓的王族。有一些人是这样，有一些派是这样认为。那么前面课程中我们简略提到过一些种姓的分别，但接下来想要再讲一讲这个印度的种姓主要是因为种姓在这个制度在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说是整个架构起整个印度社会，或者说让这个印度社会得以运作的一个根本跟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对于种姓要有一个了解，如果不了解，你比较难以知道整个印度社会的情况。而且了解了种姓之后，你也会，尤其是对于这个佛陀那个时代种姓的状况，你如果了解，那么你对于那时候的印度社会结构制度有一个了解的话，那么你才真正的会从内心会知道，哇，那时候佛陀在那个时候出世，然后还能讲述出这样的佛法传法，有这样的了悟传法，那是多么的伟大的一件事情。大家当个日些大龙东日个国的龙东厂嘛，比如人类这当个大日些的肯定那么讲到种姓
那么它整个形成的一个经过简略讲一下。那么首先印度有一个特点，之前也提到过，它大概有几千年的时间当中是没有跟其他国家有联系的，因为它三面是有这样子的可以说环山围绕着它，然后南方那边又是海，临海。所以整个印度的地理环境只有几条这种山隘可以山口可以有跟其他的国家有所交涉，所以这种地理环境是很罕见的。这样特殊的一个地理的情况它有利也有弊的。那么利的部分是，首先因为印度这里的气候条件好，再来土地也很肥沃，而且呢很长的时间没有外族的侵入所以是很和平的，也因此孕育出这个伟大的这种印度文明。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下，所以很自然不同的思想，然后各种的学派哲学也都发展得很好。如果一个地方非常的贫瘠，人都无法生活，别想什么思想发展了，什么文明的建立了，因为连肚子都填不饱了。所以我们常说，看到一个地方它的文明如此进步，跟这个地方它的社会的还有整个地理上它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条件都有很深的一个关联性。所以从印度文明这样子的发展，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印度整个的不管气候、地理条件是很特别的，很好的。那这是好的部分，但说到不好的弊的部分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封闭的状态，所以呢，随着这个社会的这种发展，结果反而是这种繁文缛节变得完全让民众更没有一种自由度，所以让这种印度人民的很多部分都受到了限制，他们很多的力量也被可以说减弱了。所以这里就讲到这样一个情况下有这样的种姓的发生。那种姓我们要知道，先了解它的梵文叫做 Varna。 这个词这个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因为之后种姓 Varna 的梵文它后面有可能变成不同的意思，但最开始它其实就是颜色，就是白色还是红色，它本身的意思 Varna 就是颜色。因为当时是这样子的，雅利安人的皮肤比较白，他来到印度之后，他就遇到了那些原住民，他们的皮肤比较黑，所以有这样子肤色上的一个差异，所以就用颜色来分，就用 Varna， 其实就后来导致为叫种姓的这个，就是用颜色，它只是颜色的区分 ，Varna 就是颜色的区分，因为雅利安人是白皮肤，原住民是黑皮肤，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有这样子 Varna 颜色这样一个用词。那是谁在用这个词？是雅利安人，因为原住民不会自己说我的颜色是黑色的人，他不会这么说。那当然是
这种以胜利者的姿态，就是的这种雅利安人，他们自己自称的，或者他们用的一个词。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再看种姓这个词，最开始它指的就是一种标志，去区分是不是雅利安人。所以没有像后面那么复杂。然而呢，到21世纪，有些学者会认为，这里黑色、白色的区分并不是肤色，指的不是肤色的不同，而这里的黑指的是黑白两个世界的一个不同。这是雅利安人说，我们是白色的世界，我们比较好的，而那些原住民他们是处在一种比较差的、比较是未开化的这种落后的一个黑色的世界里。所以一个象征的是进步的世界，一个代表的是落后的世界。所以这里就谈到这个定名字的雅利安人哦，所以那就还是再说一下雅利安人。之前也讲到过，雅利安人是从中亚来到这个印度半岛的一群人。他们来的时候，也是一部分人的逐渐的这个迁移到印度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所有人都到了印度。所以呢，雅利安人这样子迁移到印度，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呢，从这样来看，雅利安人他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人。譬如说，我们现在常常我们会说，他们是外国人。譬如说，来到自己这个地方的外来人，我们会称叫外国人。但其实外国人里面可能包含了这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民族的人。所以我们给这所有只要是外来的人，我们就说是叫外国人、外来人。但你说所有的外来人都是同一个民族吗？不是的，因为外来人里面可以有很多民族。所以总之呢，从中亚来的这些雅利安人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他其实雅利安人就是所谓的对印度当事人来讲是个外来人，他们其实是很多民族，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人。那么但是具体它还是属于一些民族，或者属于哪些民族，那不同的一些学者有不同说法，今天不多说。所以这里呢有一个重点是不能搞错的，就是种姓跟我们现在会说所谓的民族或者种族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因为首先雅利安人他不是一个民族，再来像婆罗门、刹帝利，像这里有4个种姓嘛，婆罗门啊、刹帝利这些，这种4种种姓的差别，它也不是按民族来分的。那总之，那4种种姓到底是怎么分的呢？不是按民族的话是怎么分的呢？而是按照在吠陀时代后期，那时候雅利安人他们的工作就开始去分工了。所以是因为工作的分工内容的不同，
所以雅利安人就做了这样的分类。所以对于祭司，负责祭司工作的叫做婆罗门，去这个负责战争的就是这个刹帝利，然后再来就是吠舍，这3种不同的种姓。那前3个种姓它都是雅利安人，那再来非雅利安人的就被归类为第4个种族第4个这个种姓叫做首陀罗。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一般叫贱民，他一生都受人歧视首陀罗族、首陀罗种姓。总之呢，雅利安人他到了印度之后呢，就跟非雅利安人就不断的有矛盾、有战争产生。那这些矛盾战争之前大概谈到过，这里也就不多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慢慢就区分出这个种姓。但是刚开始呢，这些种姓出现的时候，大概就只是一个名称，但还没有那么的清晰，就是这个种族制度还没有变得那么的清晰。所以呢，种姓分化这种状况变得明显，是在吠陀时代的后期开始的。一个一个介绍。首先这个进来的是婆罗门，好，他是婆罗门。好，婆罗门呢，他的工作，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刚开始还记得那个时候吠陀时期并不是特别的一个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做祭祀的事情，但最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职业了，变成是这个父子相传的这样的一种职业，所以这个就被称为叫做婆罗门的种姓。尤其到了吠陀时代后期，也就是各种的仪式，还有各种祭祀的这些，就变得更加的复杂。而且再加上吠陀后期呢，很多的一些强国崛起，那都变得很有钱，所以这些强国变得有钱的时候，各种仪式也办得越来越大，不停的举行这各种盛大的仪式，所以祭司就特别受到重视。他们这些祭司也变得非常的忙，这可能这个国王请了祭司，然后总之祭祀的活动就非常的多，而且呢越来越繁杂，所以慢慢也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这个接得了的。所以一般的祭司还没办法这个接得下来，能够懂得这些这么复杂的内容，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专门的特殊的这种厉害的祭司，就他们就变成了叫婆罗门。所以他们这些特殊的祭司呢，自然就比一般民众更厉害了。所以一般人就会自己有自知之明，就说我们做不了这么复杂的祭祀，那只有那些有一种人就叫婆罗门，他们可以负责。
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特别优秀的一种阶级，就跟一般民众不一样了。而且呢，这时候婆罗门他又会在这些被这些人民呢，又再加上很多这些神话、一些想象或者说历史的去说明啊，慢慢这样子特殊的负责这样子复杂仪式的人，这些神圣仪式工作者就叫做婆罗门了。那所以婆罗门总之呢，他掌握的就是所有宗教上的这种权利。因为宗教最主要就是祭祀的活动，所以当他掌握了祭祀，就等于说掌握了宗教。而且因为他们就是被人们认为说，神和人之间的管道，可以说是这个 connection， 神跟人之间的管道，除了婆罗门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得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婆罗门他不做的话，没有人能够跟神连接。所以这些婆罗门呢，就被看成是好像活生生的神一样。一般我们讲到藏传佛教，有时候也会说，好像这是活佛，有没有？有点类似。但印度说活神，指的就是婆罗门。那么在一部梵书叫做百道梵书中就有说，神有两种，一种神就是被我们供养的，接受供物的，就是一般就是所谓的神。再来接受布施的，就是人神，这个指的就是婆罗门了。所以你看梵书里面有提到，在一部叫做《摩努法典》中呢，摩努法典中也有提到说，无论他有没有学问，婆罗门就是神。有这样一段话，就是无关有学无学，这个婆罗门就是大神，有这样的一句形容。所以总之，婆罗门呢这个种姓它是被人民不断的可以说造出来的。那但是的确婆罗门也不容易当，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的在主持这种祭祀活动的这种婆罗门呢，你必须要具备很多条件。第一个，声音要非常好，因为你必须要领唱唱诵，有点像我们寺院里面说像维诺师领唱师是一样的。再来呢，这些婆罗门的也要长得好，他不能鼻子歪歪的，眼睛一大一小，这都不行，他要形象非常的端正。然后再来是要年纪轻，他年纪不能太轻，他必须是要有一定的年纪的。然后再来是要有智识，就是要有智慧，知识智慧。同时还有呢，他具备善行等等，总之有很多的他要具备的特质。所以他们的一生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些责任在身，很多的要承担很多的义务。所以其实也不容易的，要当一个婆罗门。那么这个名称婆罗门，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谈到说，可能就是来自于最开始
这个4个祭司之一哦。第一个叫做我们之前有提到有4种祭司嘛，其中一个叫监察祭司，就叫做 Brahman， 所以从那里得到这个名称。但后来呢，这个名字就被解释成为什么呢？梵天的这个长子，梵天就叫做 Brahman， 梵天也叫做婆罗门，就是它一个梵文叫 Brahman。那刚开始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但因为婆罗门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变成活的神一样，所以他就又被解释成为叫做 Brahman， 就是梵天的这个长子。再来进来这个是刹帝利王族，或者说武士。就是刹帝利族。其实刹帝利不只是指王族，它也包含了这些武士，也包含了像臣。总之呢，为什么称为叫刹帝利？为什么会有刹帝利？它一样和婆罗门一样，它主要的种姓的建立是因为这个工作分工而出来。在最开始的时候，前一个时代哦，这些王族其实并没有很特别。他那时候的王族大概就是一个可以说一个统帅当时的部落的人，然后还有一个部落的保护者，还没有到那时候很高高在上这种王者的概念，并不是。这是最开始，但随着雅利安人向这个逐渐又朝东南方去迁移，印度的东南方到恒河流域就变得更加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因此那个时候的王他的权力也变得更大了，所以呢，慢慢自然就被一般的民众比较之下，民众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王族是很厉害的，能够照顾这么多的人，他们是更高高在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刹帝利就出现了。所以刹帝利这个词它本身就有这个权力的意思，或者说主事者，这个主权的这个人。所以他们是有权者，不就是只有国王所以他是以国王为首的包含了武士阶级的这些人。那所以他们掌控政治军事。那这群刹帝利人他们的义务是什么？工作就是你要学习吠陀祭祀之外，他们也要有保护人民的这种责任。再来一个是吠舍。那吠舍呢，主要就是平民，包含了农夫。来了。同时呢，就是农工商这些工作的人，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生产阶级的人，平民。梵文里面它叫做 Visya，Vis 意思就是说是人民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一般我们说叫百姓、人民这样的意思。再来就是首陀罗，之前有谈到过，它主要就是前面3个种姓的这个仆人、奴隶，然后再来它是一生族，
之前也谈到过，一生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像雅利安人，他们有这种信仰神的这种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就只有一生。但是其他3个种族，他们有这个叫做除了自己的一生，又有宗教的一生，所以他们叫做再生者。但是首陀罗他们就只有一生，就是人的这一生，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的权利，所以他们无法有宗教信仰的这种再生第二生，所以他们叫一生族，这之前谈到过。Rigi yawa chungdang de xu bin binata Rigi yawa chungdang de ko tab de xu de 所以这里谈到种姓所以种姓产生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就是因为工作分工的不同，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的种姓。在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些文学著作当中也对于这个种姓制度也掺杂了很多传说神话，所以结果让这个种姓的到底怎么发生的就变得更混淆不清。但是其实从文学的这些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这种蛛丝马迹。譬如说有一部叫做《伐尤》这个往事书，同样往事书也是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一个叫《伐尤往事书》，这里面就有记载说种姓一开始不存在，后来呢是梵天为了区分分工，所以呢建立了种姓制度。还有在那2部史诗中也有提到，这个种姓呢是由梵天的身体化现出来的，有这样子的神话的传说的一种说法。当然这些你会看到都是用比喻神话的传说来比喻的，但真正的就是刚刚谈到种姓制度的产生。这个过程当中呢，总之呢，婆罗门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婆罗门和刹帝利族总是会有很多冲突矛盾，而且在吠陀时代就有了。所以之前我们也谈到说有7个圣人嘛，其中的7个仙人，其中最著名的2个仙人，一个叫毗舍密多罗，一个叫婆西多，这2个仙人就不合。那最主要一种说法，其中一个仙人就是婆罗门，一个仙人就是刹帝利，所以这是一种说法。为什么婆罗门刹帝利有矛盾纷争，就是在那个时代2个仙人，他们就是一个是婆罗门，一个就是刹帝利，那是源头在那里。但其实根本上来讲，就是因为婆罗门呢，他们总觉得自己才是最神圣的，最了不起，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争夺权力，因为这个，所以造成很多的纷争冲突。다음에 점수 뒤로 죽도록 지켜비나. 다 죽도록 잡나 가서라 마도 지키한데.
다 죽돔도 없이 가고도다 점시 뒤로 빈 죽돔도 없이 가고도 다 죽돔的家园就是呢다 느립시 那这里对婆罗门时代啊，那我们讲到一个段落，做一个总结。다 잠시 다 잠시 뒤럽사나라도 갑디두산 다 간다 리제 치매 뒤럽되지 잠시기 잠시기 다 시리 대자와的宁波 前边 뒤주를 차리 거래 所以总之呢，这个是婆罗门为名啊，婆罗门文明那个时代，那么可以说是印度的整个思想核心的这样一个时期。那当时有城墙啊，包围这个都城，然后皇宫建筑都非常的雄伟，然后人们对于这个国王也很忠心。然后刚刚也提到，当时农业发达，然后农民都还会缴税。然后同时的时候就有这种像法官，还有在法律上呢也是非常的有制度的，他们对于法律认为也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的审判的判刑的方式却还是蛮落后，甚至很野蛮。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一个人有没有罪，会拿一个铁块，很热的滚烫的铁块拿过来之后呢，然后让他手中握着，让这个嫌犯握着这个很烫很烫的铁块。所以如果他被烫伤，他没有被烫伤就是没罪，被烫伤就是有罪。所以那时候的判决是有没有罪，是看他有没有，他怕不怕热。所以如果他怕热了，被烫伤了，你有罪；不怕烫伤，不怕热，就是没罪。那么尤其当时这个他们的王宫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场所，因为是所有的教学都在那里进行，而且当时各种的这些思想的这些智者圣贤也都是聚集在这个王宫，还有这些祭司也是非常有智慧，然后我们叫德才兼备这样的祭司，他们会主持各种祭祀的仪式，而且他们也不断的专注在教学上，而且呢，在王室当中也会召开很多这种大会议，然后就召集全印度的这些圣者或者是有思想的人，然后一起讨论什么呢？有关这些祭祀仪式，然后还有对于很多比较这些心灵上、精神上的，譬如说未来这个生命会到哪里去，然后还有神它的本质是什么，还有整个宇宙它的情况。然后除了这个王宫是他们这种教学讨论的地方，有时候这些祭司呢，他们还会就是婆罗门也会自己办学，有自己的像学堂学校。那甚至有的一些这些祭司老了之后，他们就是隐居到森林里面。那同时他们那时候还收学生，所以常在森林里面隐居在森林里面的这些师徒，他们也会激发起很多这些很特殊的哲学思想。
所以当时的这些老师们，很多的这些思想就在这些森林里面呢，被他们的弟子们所记载下来。所以总之在那个时代哦，无论是在这种学习上或者是工作的分工上，就像刚刚谈到说，因为这种种姓制度的分工，所以整个社会的这种在知识学习上是非常的进步的。而且呢，不管是不是婆罗门、刹帝利还是吠舍的族姓哦，只要你是年轻人你都有机会学习。甚至当时的女性，她们也可以这个拥有家产财产的能力的权利，而且她们也可以去参加这种祭祀活动，还有可以出席各种的集会，比如说在大众中跟别人交流这样子。而且特别是女性在当时其实是很活跃的，她们在教学领域、政治或者在这种行政管理中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那时候当然不像现在我们说西方欧美国家那么的开放自由，但是当时的女性，尤其是他们比如说男女的交往部分，也是很开放的，并没有那么的保守跟封闭。所以这就是婆罗门时代哦，它虽然有种姓的这种制度，但因为他们是一个文明非常非常进步的时代，虽然说那时候有这种4种种姓的名称，但并没有分工，就是分得那么的严厉，那么的细。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还是以注重教育学习知识为主，甚至这里提到女性他们是非常的活跃的。所以可以说婆罗门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就做课诵。